真求你，伫你的声中做大的愿望，就是耶稣的真求你，伊真求你，求你脱离罪恶。你踏入光明前途，耶稣听你，伊真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
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赞对倒落来？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。伊是创造天地的，伊无要互你的骹摇掣，保守你的的确无顿眠。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。日时太阳无伤你，暝时月也无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灾害。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世间情人拢叫恬静，虔诚听你面前，无伫看愈世间俗事，哪项阮的伊受事？上帝讲入你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天。即是咱三角来吟圣诗，学咱的上帝。圣诗454首，我学落天父，差遣圣囝降世，就是耶稣替我死，担搁我上天。福气权能荣光归主，是我心所愿。福气权能荣光归主，直到永远。请起立，吟全首。这是咱三角灵使用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还是请坐。这是咱三角来启应，启应文20篇。厝体若毋是耶和华去造，
去做的人就空空着活，啥字若毋是耶和华固守，就固守的人空空警醒，恁早早起，晚晚困，食落落所得到的饭也是空空。既若敬畏耶和华，行伫伊的路下，即号人有福气，你要食你的手着无所得到的，你要享福，事事亨通。你的某伫你的厝的房内，亲像结侪侪果子的葡萄树，你的囝儿为着你的道。亲像橄榄栽，看敬畏耶和华的人，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。耶和华要对锡安赐福你，你先要看见耶路撒冷的福气，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。愿平安归伫以色列。这是咱过来吟圣诗152首。我来朝见你，救赎我的主。你是我所靠，我心的救主。为着可怜我，你捌受苦痛。阮一切挂虑，求你来讨放。请坐咧，金泉首。这是咱三个阿头来祈祷，看过阮，听惜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深深感谢你，是何等的恩典，会当伫短短的时间，互台湾会当解放，互阮会使行入礼拜堂，
甲兄姐同齐唱歌和乐，做伙敬拜祈祷。阮相信你有听阮的祈祷，你无看轻阮切切的恳求。但是阮知有真侪人因为感染拄着病痛死亡，有真侪人伫即段时间心内有惊吓苦楚，一定嘛有真侪人伫即段时间生活受到打击，看无头前的路。尤其是前一阵的大雨，嘛是对真侪人造成冲击。主啊，阮知台湾人为着生活会使忍耐食苦，但是阮犹原需要有人来医治阮的心神肉体。毋管是注搁较侪疫苗，毋管发几倍消费券，毋管得到偌侪个奥运奖牌，总是阮搁较需要的。是伫阮伫要无力失迷的时，一支充满气力的手来甲阮牵条条。主啊，阮毋望阮会使牵着你的手，嘛求你将即段时间经历累积失丧的人牵起来。阮台湾人要伫你的气力引带，徛稳脚步。世界嘛需要你的大气力帮衬，阮来顶头先。得当教会兄姐嘛需要你的手来牵，拭去阮的目屎，坚定阮的心志，加持阮的信心，互阮的生活工课来教会敬拜，拢充满平安，无惊吓。阮将一切交托互你，求你互平安入阮心，无惊风影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赞美，咱请圣歌队。
即是来强守上帝的话，咱先看一位的圣经，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68篇第4节到第10节。诗篇68篇第4节，恁着对上帝吟诗，唱歌学乐伊的名，为着迄个坐车经过旷野的修造大路。伊的名是耶和华，着伫伊的面前快乐。上帝伫伊圣的所在，做孤儿的爸，做寡妇的伸冤的。上帝互孤单的人有家，互受关押的人出来享福，独悖逆的人踮伫焦燥的地。上帝啊！早你行伫百姓的頭前，經過曠野，迄時
地见着上帝的面就震动，天也落雨。迄个生来也震动，是见着上帝，以色列的上帝的面。上帝啊，你落大雨，你的产业以色列亚生的时，你互伊坚固。你的会众踮伫迄中间，上帝啊，你为着丧乡的人备办恩惠。咱搁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人书第2章第8节到第10节。以弗所人书第2章第8节。因为恁对恩典得着救，是对信，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，是上帝所赏赐，毋是出自所行，免得人夸口。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，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，就是上帝大声备办的，要互咱行伊。以上正道题目是上帝互人逆境重生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，这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真欢喜会当倒来到你的厝，面对面甲主你做礼拜。来敬拜你，对阮心中感觉无限的欢喜。主啊，这是何等的宝贝！当阮失去健康，阮才知影健康的重要；当阮失去自由，阮才知影自由的重要；当阮无法度面对面做礼拜的时，阮才知影当头对面这种的亲切，这种的实在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你的作为继续来保守。全世界所有的教会，伫逆境中间得到上帝你的保守，也求你怜悯阮所有兄弟姊妹。阮中间有人有讲袂出来的吐气，但是阮彼此无法度互相担当，因为阮毋知因内心会动荡。主啊，愿今仔日的信息是对你来的安慰，愿今仔日的信息是上帝你所赏赐，搁一届力上加力。兴起的灵踮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，互阮伫逆境的中间顶头生。即间教会是安尼，阮每一个当信的兄弟姊妹嘛是安尼。愿主你对阮讲话，主用你的权能对阮讲话，用你的权能来印证你的应允是信息，通瓦靠。愿伫你的面前静静听，愿主你对阮讲话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上帝无应允咱一生中间一帆风顺，这咱拢知。但是咱拢无爱拄着艰难困苦。但是圣经中间所讲的每一个信心的长辈，因拢是伫苦难的中间看见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会当甲上帝讨讲，主若通互即个杯离开我，但是咱还有一个信心讲。无论什么种的情境，我拢欢喜，勇敢来面对，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咱的教会是伫逆境当中重生的教会。咱的教会伫1990年代进前，1990年之前，咱的教会捌因为人口外流，咱捌因为欠过牧者，所以咱的教会捌有软正的时阵。但是上帝互咱的教会伫逆境的中间重新。搁再复兴起来，上帝听咱的教会，上帝嘛的确听你的家庭，上帝听你的家庭，上帝嘛的确伫逆境的中间来成做你的倚靠甲帮助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将这个应允的信息、信心甲勇气来加添予你，因为信心是所有一切真要紧的奥妙的锁匙。最近咱的教会即季的查经班，下查经的课程，拢咧讲起耶稣的教示。牧师甲伊号一个主题叫做“耶稣的课堂”。
咱若做耶稣学生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咱拢问讲耶稣，你伫我一生中间，你要教我什么种的功课？最近咱的教会就是对耶稣基督，伊留互伊的使徒甲证人所有遐圣经内底福音书的信息，咱一课搁一课，一课搁一课，咱来问耶稣讲：耶稣，你要对我讲什么？昨昏的课题拄拄咧讲起信心。所听遐的姊妹，你信主遮久，信是什么？我都有信有一个上帝，我嘛相信将来有永活。各位，咱信什么？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望着你的心。咱讲上帝，你是真正的上帝，独一真的上帝。我无爱用虚假无用的心来敬拜你，就用真心敬拜真神，就用真心敬拜真神。这就是基督徒上帝对咱上要紧的要求。咱来到主的面前，要怎样坦然甲上帝来领受伊的话，嘛相信伊。无论环境怎样变，咱的上帝永远不变。愿主帮咱有这种的信心。今年其实，咱的教会的礼拜有几个主题，拢甲愿望有关系，甲信心有关系。每一摆的礼拜，就亲像你若喜欢拼图的人，你伫迄个拼图的即个店面，你甲伊买一个拼图，伊就甲你讲有100真水的图，无论是蒙娜丽莎啦，无论什么种的图，你就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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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甲伊斗做伙，最后都有100图走出来。咱咧做礼拜，每一个礼拜拢有一个主题，但是今年上帝互咱的主题拢甲信心、愿望真有关系。所以7月有一个礼拜，咱讲到上帝就是想事愿望的上帝。其实毋是7月这个礼拜，牧师才甲恁讲，牧师来到德堂教会第一摆徛伫这个讲台所讲的题目，就是我的上帝是一个想事愿望的上帝。因为伫1988年。我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，我看到，我感受到心中的不甘，就是这个教会失去信心甲愿望。所以，这个教会徛伫这个讲台，第一个讲道就是讲起上帝，你是一个伫阮绝望的时想所愿望的上帝。也即你的人生敢有安尼相信甲经历？愿主帮助咱，毋是安尼尔。咱阁将咱的愿望传互咱的囡仔，所以也即你感觉真认真甲你的囡仔讲信仰的观念，就趁你的囡仔还阁要听你的话，你叫伊坐，伊阁愿意坐你的身边的时，但爱好好伫迄个时阵就爱帮助伊，甲伊做伙来认识上帝。毋通趁到你的囡仔到青少年的时期，有伊的主张，有伊叛逆的个性的时阵，你才要勉强。坐好调，迄个时阵，咱的权威已经无啥路用。但是咱甲咱囡仔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毋是因为权威，是因为这个上帝是咱到代代无尽，咱的天父上帝。所以所听的弟姊妹，毋是讲咱即摆已经囡仔大汉，咱就无机会。古伦神父讲一本要安怎甲青少年讲信仰，我真想。要将这本册送给咱的主日学的老师，我要甲恁做伙读这本册，因为上帝将青少年的灵魂放伫恁的手中、恁的心内，恁爱用祈祷的心，亲像妈妈对这个囡仔讲话。古伦神父伫这本册内底讲起青少年伫今仔这个时代，因最大的愿望、渴慕，伊讲到7项少年人因心中的渴慕。兄弟姊妹，这毋是咧带主日学的。囡仔读册的人才需要读。恁做爸爸妈妈的人，恁应该知影，你的囡仔虽然无问你，但是你的囡仔需要这7项。我为什么活伫这个世间？我的将来会怎样？我的生活有什么种的价值甲意义？我为什么值得活落去？找到一个理由，会互人勇敢活落去。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，咱生活伫这个世间中间，咱甲咱的囡仔。教会甲恁，
咱共同伫即个共同做伴的时阵，咱追求主，因为主就是即个活命的源头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无论你即摆是拄着顺境啊逆境，愿上帝伫你顺境的时阵，互你有7年的丰收；抵到你若逆境来7年的灾荒。你要亲像约瑟，伫经验的来进前，你都有上帝的同在。当经验来临的时候，你要亲像约瑟。伊有好的陪伴，不但伊，佮甲伊的社会、甲伊的国家、甲伊的亲人，拢做伙伫上帝恩典中间逆境重生。你若阿们，这就是信。因为旧约中间咧讲信心这个字，旧约中间咧讲的信心这个字，就是阿们啊。意思就是讲，你若听着讲道，你心内有一个渴望，讲哦，牧师讲的这个是我上需要的。你免甲牧师阿们，你就甲上帝阿们。圣经咧讲的信心，伫旧约就是叫做阿们啊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每一摆咱用一个诚实的心，甲上帝讲：主啊，这是我所需要的。这就是信心，这就是愿望，这就是阿们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正对一个真拍开心门。常常甲上帝讲阿们的基督徒，来甲咱的天父上帝讲，我用实在的心来敬拜你，因为阿们这个字本身就是实实在在。阿们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。所以拄则牧师讲，要敬拜真神，爱用真实的心，这是耶稣所讲的。敬拜上帝的人，都爱用清洁的心。用真实的心来敬拜伊，愿咱甲咱的囡仔做伙，愿咱甲咱的家庭亲人做伙，咱讲我信，我相信，无论心中的情境，我永远相信，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，你是一个无所不能，你会当互人伫逆境中间顶头生，伫绝望的中间得到愿望的上帝，伫你感觉人生乌天暗地。完全全然空虚混沌无愿望的事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圣经特别新约有所书，请咱唔通干那读着今仔这3节。牧师为着要将这个主题放伫较重焦点，所以牧师只有用第2章第8节到第10节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有所书只有6章尔，短短。你若愿意找一个时间安静，有半点钟的时间，一口气。当然，毋是叫恁禁气啦，吼，就是讲意思就讲接落去，对第1章甲第6章完完全全整个甲伊读好了。因为第1章开始，伊咧讲起你甲我拢是世俗人，咱拢是悖逆之子，都是可怒之子。保罗当伊咧甲有所教会祝福祈祷的时，伊讲我甲恁同款，拢是属伫迄期，拢是即个世间的世俗人。是上帝目睭中看做厌恶，因为咱是一个背逆上帝的人。但是加在上帝收拾主耶稣，收拾主耶稣，主耶稣的国话，要互咱对死、对黑暗、对罪的中间得到逃亡。有所书就对安尼开始，一直到有所书第2章12节，伊讲：阮原本是一个全然无愿望的人，因为阮的心中无上帝。有所书第2章12节，伊讲：因为阮无上帝，所以阮是一个全然无愿望的人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圣神带恁读圣经。今仔日个礼拜牧师只引用第2章第8节到第10节，但是恁应该找一个时间，甲有所教会的祝福，甲提入来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你甲上帝讲阿们。因为保罗讲有所的教会，为着有所的教会兄弟姊妹祈祷，今仔日嘛甲你我咱有关系。所以，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静静来听，咱定心问咱家己讲：我有偌大的信心会通相信，我看袂到的上帝，伊伫我的人生中间有伊美妙的计划，有伊美妙的计划。今仔日有所书第2章第10节，就是咧讲起上帝定着伊美好的旨意，要互人活出美好。
这是足清楚的，毋是牧师家己想出来对恁的言语上的祝福。牧师的言语对恁的祝福无啥物，因为牧师未算做是啥物。但是上帝通过牧师甲圣经开条，互恁了解，就是愿望会当望着恁内心，会当对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卡无，我阿门。愿上帝亲自甲你讲，我就是一个享受愿望的上帝。对亚伯拉罕开始，对以撒开始，到雅各开始，一直到今仔日的代笔的诗篇，一直到保罗的幼所书，拢是安尼到代代。所以啊，弟姊妹，几礼拜前牧师甲恁讲，以撒伊伫饥荒的中间离开伊的故乡，来到伫基拉俄，恁会记无？迄个故事咧讲起因怎样伫旷野的中间真辛苦，互人糟蹋。对一口井乌井，搁一口井，有4口井。人生中间常常有逆境，但是以撒就是表现出来迄种逆境重生的勇气，毋是用争论的方法，是用着我靠上帝的赏赐。到最后，互伊的身边的人看见讲，真正上帝甲你三甲地地。所以圣经有真侪故事，拢是咧印证。这个上帝是一个欢喜伫人的生命做带领甲祝福的上帝。原来伫今仔日咱相信，耶稣来嘛是安尼。耶稣讲，心内颂香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天国是因的啊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讲去8福的讲道。伊讲心内颂香的人，搁另外一种翻译讲心内谦卑的人有福气。这有主动甲被动，颂扬一种的被动，就是讲，伊本身就是颂扬人，无能为力。但是天国的祝福满满的稳定嘛，要互伊，这叫做被动。一种主动就是讲，伊是一个知影家己过去的骄傲，伊欢喜伫上帝真理面前谦卑，伊甲上帝讲阿门。这种的愿意虚己，拍破家己谦卑伫上帝，拼空。要啉清气的水，要用空的清气的杯来领，这就是一种主动的颂扬。所以，爱弟姊妹，无论咱的人生是怎样，这个福音对咱来讲，拢真重要。听，心足听，听圣神甲你讲的话，听上帝甲你讲，我所听的查某囝，我所听的囝子，听我的话。无毋对，听我的话，愿咱甲伊讲，主啊，阿门。所以牧师互恁一个功课，除了今仔日甲牧师做伙读圣经，听牧师的解说以外，恁倒去爱去定心用这个今天的经文甲我讲什么？恁定心去思考讲，今仔日的圣经牧师讲无了的，上帝你要佮我讲什么？你佮加添。牧师所讲的话讲无了的，上帝你佮加讲互我听。愿天父上帝甲咱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你毋是外人，伊有所属今仔日的词汇无读到这节，佮接落去就是这句话。伊讲伫上帝应允中间，你无佮再做世俗人，无佮做再外人，因为过去恁无心中无上帝，所以恁活伫这个世间无愿望。所以，弟姊妹，你若感觉你最近的生活真有重担，今仔日的礼拜是上帝要互你的一个邀请，是上帝要互你的一个祝福，来信靠我，来跟对我，来领受我为着你所备办属天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用伊的话来帮助恁。福音就是互伫这个世间中间的所有的弱势者所望的人。福音就是互伫这个世间中间一无所有。所以耶稣讲：“我来到这个世间是要传福音和颂扬人。我来到这个世间是要互迄个心内感觉空虚、困苦、孤单。今仔日圣经4篇68篇内底讲到6种的这种的弱势者。”软弱的人、孤单的人、孤儿寡妇、受关家的，所以兄弟姊妹，
这是一个形容各种的困境。咱来当问咱家己讲，我还阁伫一个泥沼，伫一个困境，伫一个黑暗的中间咧憔悴吗？我敢毋是应该徛起来，甲上帝讲，我真爱你知影，你是我的上帝啊！我无爱阁坐伫即个所在，只有会晓大声哭、大声吼，因为这无帮咱无路用。我都爱倒去我老爸的厝，我应该爱倒去我老爸的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讲：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天国代表所有圣经所记载，所有完整，无欠缺。上帝所讲各种的丰盛甲好。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开始，咱亲像咧查经共款，一课一课，一日一日，咱有上帝的圣神甲上帝的话，带咱大汉，咱伫伊的面前来敬拜。所以今仔日个诗篇真重要。伊讲上帝伫伊的礼拜堂内，上帝伫伊的圣殿内，上帝有比圣殿的福分。上帝要用这福分，到恁会行行顺顺。像今仔咱的启应文，上帝伫伊的圣殿内，毋是伫得到教会即间礼拜堂，是咱每一个人内心静静分别做成你的内心一个神圣的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扫清气。互上帝踮伫你的内底，因为上帝要做你的老爸。你检查毋是孤儿，但是你可能捌经历着孤单，就亲像孤儿寡妇共款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，伊讲我要互孤单的人有厝。一个圣经叫做 oikos，oikos 伫圣经中间是一个家，是一个足要紧的字，伊用着家庭、上帝的厝来形容教会。所以初代教会甲上帝的圣殿，对圣殿转型，成做一个我心灵的家庭。所以上帝讲，伫我的厝内，因要踮伫即中间。代表讲，上帝啊，你的会众踮伫迄中间，你为着颂扬人必办的运会。即句话拖过1000年，来到耶稣基督，因为代表讲即句话的时阵。耶稣的出世是1000年后，所以经过1000年后，耶稣讲：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耶稣讲：上帝用由我差遣我来到这个世间，是为着要颂扬人有福音，传上帝欢喜人的喜年，恩望的日子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甲你讲，我所听的囝儿，你何苦？你何苦单独一个人孤单咧打拼？敢无有我甲你三角地地嘛？所以兄弟姊妹，若无上帝，咱人生只有是家己流汗的辛苦那点。但是若有上帝，伊讲要有百倍，超出咱的理性，超过咱的勘得，这才是真正的救恩。愿咱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来。所以今仔圣经咧讲起各种的软弱、各种的逆境，伫你的困境的中间，你甲上帝讲阿们的事，上帝就成做以马内利的上帝。伫你的困境的中间，你来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知影你是我的上帝，你也是我的囡仔的上帝，我也是我的孙仔的上帝。阿们。这个信心，这个阿们就变作我的实在，唔是一种讲道片的内容尔。讲道片若无食落内底，伊是一种抽象的知识啊。做礼拜上重要就是用上帝的话活伫你的内底，亲像光，亲像活水泉，享受礼拜，享受祈祷，享受读圣经。昨昏的查经班，我甲兄弟姊妹邀请。我甲因讲，牧师就亲像一个妈妈，伫恁中间，我做3项最重要的代志，就亲像煮3顿。我用这个主菜，一个负责人伫厝里煮菜，来形容我伫恁中间的角色。我煮早顿，我煮中昼顿，我煮暗顿。
伫礼拜日的中间，我知影我毋是一个真有知识、对圣经真完整了解的牧师，但是我尽我所有要讲，我上界感动的上帝话会感动讲给恁听。我邀请恁来做礼拜，我邀请恁来查圣经，我邀请恁拜三做伙来祈祷。为什么有时要互周报顶悬的人数字较好看吗？所以啊，你认为我毋是迄种人，就算做周报顶悬是有一个人，我嘛欢喜甲迄个人做伙查经。但是上帝毋是看这个周报顶悬的数字，但是我知影，这段教会20几年来的祈祷会，是一个要帮助人安静沉淀、亲近上帝的祈祷会。我无甲恁讲大声话，但是我对心中就亲像一个妈妈，我真欢喜，用上帝互我的家族，用上帝互我的信仰内底的享受，我亲像用这个三顿邀请恁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请恁来，因为今仔日恁无一定要来礼拜堂，但是今仔日伫网络的查经，伫网络的祈祷会，恁拢会当参加。我知影。牧师毋敢勉强你，亲像我毋敢甲安如讲，你做执事，你爱参加祈祷会；你做执事，你爱来参加查经。因为我知影，伊即时做工做甲忝嘿嘿。牧师毋敢甲恁要求讲，恁即时做甲真辛苦，暗时阁来。但是牧师知影，一个若无亲近上帝基督徒，伊的灵命袂健康。恁同意吗？照恁的需要，无勉强。上帝祝福咱的教会做伙，就亲像一个家庭。上帝用祈祷、用圣经、用礼拜，满足恁，互恁真侪健康的基督徒。这就是今仔日的礼拜，甲咱讲的。上帝是互人伫丧凶、欠过、孤单、软弱、怨叹的中间，伫逆境的中间得到帮助的上帝。咱的教会故事是安尼，恁的故事应该嘛会安尼。将来恁的子孙嘛应该安尼讲起。我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甲雅各的上帝。这句话背后就是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的困难，以撒有以撒的困难，雅各有雅各的困难。但是上帝拢互我的祖先三代祖，拢伫逆境的中间得到帮助。亚伯拉罕99岁还无囡仔。上帝甲伊讲：“你明年要得着一个囝。”伊讲：“我咧听你咧543呢。”哦，无，伊当然毋敢甲牧师讲，我听你咧543。但是以撒伫边仔头笑有无？上帝伫逆境的中间出活命。第二个困难，上帝甲伊宝贝囝讲：“你将你的宝贝囝以撒献互我，我爸不会啊！我有一个遐宝贝囝，上帝佫甲我讲，叫我摕互伊。”啊！毋免甲我开玩笑。上帝是一个伫逆境中间，互人经历到以奇妙作为的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礼拜第一个祈祷就是上帝，真正是我的上帝。圣诗21首，诗篇嘛是安尼。除了伊以外，无别的上帝。原来伫今仔日礼拜，上帝对你讲话。毋通倒撇上帝，互你伫人生中间，当然毋是上帝互咱困境，但是困境伫人生中间，就亲像透风落雨，是自然伫人生中间有当时会拄着的，免惊。逆境常常就是一个化妆的祝福。伫逆境的中间，要养育出来信心的功课。原来伫天父上帝面前，咱甲上帝祷讲。我无求讨我脱离这个世间，但是求讨你赏赐我快乐赢过这个世间。这是耶稣基督为咱的祝福。耶稣为咱的祈祷讲：我无求爸，你互因离开这个世间，因为因伫这个世间，但是因无属这个世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克服人生的危机。伫逆境的中间，真做一个有关联、有荣耀。将来会当行在抬头前上讲，我的上帝是我伫人生中间的丰盈，带我伫基拉俄征战好的征战。像如以撒来到基拉俄，上帝伫经的中间，你落去到基拉俄。牧师伫迄个礼拜中间有甲恁解说，
纪念日是啥物？纪念日就是以撒出世，以及上少大到3岁，是伊童年记忆的所在。上帝将咱带倒去到伫咱的原生家庭，上帝带咱倒去到伫咱成长的过程中间的童年创伤，上帝带咱倒去到伫咱过去无成熟的迄个信仰的造就，上帝互咱伫逆境的中间定睛看见，讲我要投放你。今仔圣经讲受掠的，要得到上帝的帮助，伫咱种的压力的下面，勇敢向前。圣经中间有真侪信心的勇士，第一勇的就是约伯。约伯的故事所甲咱讲的，就是无论什么种的情境，伊绝对无唬住上帝，嘴无讲一句埋怨的话。伊心中有真侪犹豫，伊心中对上帝，伊所拄到这个作为，对上帝有真侪，但是伊无出一句歹话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愿咱对这个故事来得到鼓励，讲主啊，怜悯我，因为我顶定着我的爱的话，伫困境中间人拢会有脱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诗篇来书11章第1节讲：信是什么？信就是相信上帝的话，上帝所讲，上帝安尼成就。信是什么？信就是心内仰望，虽然也未成就，是头前看袂到，但是我相信。我对古早人因所拄到的经历，第2节，犹太人对于因的先祖古早人所得到的见证，因就相信上帝。伊对上帝，伊就相信上帝所予伊的祖先所留落来摩西五经所有圣经的话，既然是上帝所讲的话，以色列人就相信，不打折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信是什么？信就是仰望的实底，信就是仰望的实底。上帝将仰望对世间人讲：我为着我所听我的人陪伴。我为着听我的人所陪伴，是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连想象都想象袂到的。兄弟姊妹，你问上帝，我咧？上帝话会应答咱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拄起所有软弱的人容易犯的毛病。软弱的人因常常有什么种的言语呢？软弱的人因有什么种的个性呢？软弱的人常常是有负面思想的人。软弱的人常常是一个伊的心中一点点的仰望都无。软弱的人伊常常是感觉。伊是所有的人中间上可怜、上丧凶的人。这种的人心内常常有苦楚、有怨叹，甚至有自卑感。所以，弟兄们，愿咱都要到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圣经伊有说第2章第8节讲：因着信，本乎恩；因着信，本乎恩。咱今仔活伫这个世间，咱今仔做伙告别咱的信仰，咱今仔做伙做礼拜。毋是咱拣的，是上帝甲咱叫倒来。伊伫即个家庭中间称咱做伊的囝子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无一项事是咱家己，是上帝伫咱的一生中间有定着伊的计划。所以，咱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但是伊嘛是咱的上帝。甚至耶稣替伊讲，耶稣嘛安尼讲。耶稣讲：心内丧凶的人有福气，因为恁伫困境的中间，要得到天国，得到心中的天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就是人穷志不穷。当天国的福音临到伫咱的时阵，咱要亲像彼得讲：金银我拢无，但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互你爬起来行。圣经无人穷志不穷这句话，因为这是咱的一般的，咱的讲的座右铭，也是讲咱的古早人所讲的话。意思是讲，我的生活虽然善，但是我爱善了有骨气。我虽然善，但是我内心无善，因为我内底有偏见，因为我内底有人的做人的一个荣耀。
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明白。原来彼得嘛安尼讲，保罗嘛安尼讲。保罗讲：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恁会记得吗？彼得讲：金银我拢无，但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爬起来行。这句话拄拄会通成做今仔日咱的金句。我伫逆境中间，伫颂扬中间，伫抗议中间，伫绝望中间，伫黑暗中间，上帝你就是我生命一切稳定的源头。因着信本乎恩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有所书为什么牧师讲邀请恁讲爱对第1章读起咧？你来看第1章第3节、第5节，伊讲上帝伫耶稣基督内底已经收拾基督徒。上帝伫耶稣基督内底已经收拾有所的教会，甲所有基督徒到历代到今仔，收拾咱什么？收拾咱对天所收拾咱天顶的各种的福气，属灵的福分。上帝照伊的旨意定着，上帝照伊的旨意定着，以美好良善，互人因为伊各种的属天的稳定。人愿意成做一个荣耀的人，有自尊的人，在人的面前是抬得起头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你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将一领生命水的新衫，甲你讲我所听的经字，伫今仔日开始，我要互你荣耀我的名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第2个祈祷，今仔牧师就邀请咱做2个祈祷。第一，我的上帝是一个逆境中间。来，互我顶头生上帝。第2，我要抓一条条，信就是抓条条。阿们的时阵，就是甲上帝讲：上帝已有的我嘛要有，上帝你所讲我嘛要，上帝你所讲的我相信，上帝你所讲的我顺服。阿们是这个意思。愿咱伫上帝面前，咱就亲像这张图，这张图是咧讲起雅各伫旷野中间，甲天使交战，看到天推落来。伊伫咧中间讲：你若无甲我祝福，我不好你离开。因为黑暗到天光，天使要离开的时阵，雅各唔放伊走。雅各讲：我不爱帮你走，你若无甲我祝福，我不爱帮你走。伫个时阵，上帝甲雅各改名叫做以色列。以色列的意思是上帝要为你征战，上帝甲你征战，你甲上帝征战，你抓条上帝。以色列是这个意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相信什么？相信我有上帝，相信伫我的人生中间，上帝有伊美好的计划，也这你相信吗？你相信你的人生中间上帝有计划吗？你回头看你的囡仔，你甲你的囡仔讲：爸爸相信上帝，你的生命中间有伊特别的计划。你愿意为着上帝计划伫你的囡仔身上付代价、认真迫切祈祷吗？原来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的家庭是一个甲上帝参详，为何而活？什么理由互咱活落去？就是上帝所有备伫天灵来各种的福分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今仔圣经有所书第2章第8节、第10节。7节的圣经需要解说，因为伊解说了后，恁会得到真大的帮助。伊讲：恁原本是上帝所造成的，恁原本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创造、所做的。耶稣基督互人顶头生，这个做成这个字，伊个另外一个翻译叫做作品呐。恁就是上帝的作品，上帝创造你的画面，放伫这个世间，光就是伫顶台。恁就是上帝荣耀的作品，恁的生命要彰显上帝伊特别的旨意。兄弟姊妹，咱无一个人是凊彩，因为咱的生命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创造新的画面，所以圣经才讲受造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啊。第3节讲来行好事，这个字会当用较白话字翻译讲来活出美好。上帝创造咱最重要的就是放伫道顶的这本圣经，伊就是互人知影讲，教会是用这本圣经做第一要紧。上帝创造你我，咱放伫这个社会，放伫你的家庭，
放伫逐所在，拢有伊特别的作为。伊甲世间人讲，这就是我宝贝的囝子，伊爱咱为伊我活出美好。搁落伊讲什么？上帝大生必办，意思就是上帝早就已经定着，要互咱安那，互咱行伊，互咱行伊的意思就是顶悬即抓来活出美好。上帝美好旨意是爱咱的生命，毋是头壳咧咧自卑见笑。上帝爱咱伫咱的人生中间每一个阶段，拢会当活出上帝伊的计划甲伊的作为。兄弟姊妹，相信，也常常为你的囡仔做祝福。愿你的囡仔将来即摆拢是上帝的宝贝。咱到这里，所以咱会用这句话来读另外一段记载伫传道书，恁就真了解这个。因为这段话牧师我甲恁解释传道书第3章第11节，伊讲上帝做万物，照伊的时真做美妙。上帝创造万物拢是美丽。真做美妙，意思就是讲成为美丽的作品。伊阁将一个观念，将一种的属灵的智慧、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内心。上帝所定着放伫人的内心，是为着要互人活出美好。所以，所罗门王讲，上帝对头到尾所创造的，人袂通了解，人袂会测度。他这个字，牧师甲伊解释。人袂当了解上帝伫你生命中间的计划，但是你若好奇上帝伫你的计划，你会使祈祷。上帝要伫圣经的中间甲你启示，你的人生要做什么？检查你无马上得到一个答案，在所听兄弟姊妹，当一个人甲上帝问伊讲：上帝，你伫我的生命中间的计划是什么？上帝绝对袂保持沉默。虽然上帝无马上给你答案，但是你若忠心跟对上帝，你的确伫你的一生中间要看到上帝足清楚、足清楚伊的计划伫你的家庭甲你的人生。你相信吗？我相信，所以我才敢伫这个所在就恁读这段圣经的话。愿天父上帝甲恁三个弟弟。所以最后，牧师要邀请恁，你若甲上帝讲阿们的时，今仔这个礼拜是一个祈祷。耶稣讲，心内颂香的人，心内谦卑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天国是我的代表什么？咱伸出咱的双手。主啊，求你将福音，将上帝国的祝福，亲像守圣餐。会饼甲葡萄汁，做我伸出双手。天国代表什么？耶稣讲：恁若有一个信心，亲像挂彩种子，小小信心，上帝国就要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亲像米秆，捧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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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米粉甲热热的了，你用架母伫内底。上帝国的种子要慢慢，上帝的良善，上帝的荣耀，上帝丰盛的画面，迄个真正的信心虽然小，起头是小，但是要慢慢大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通安尼祈祷，伸出你的双手，甲上帝祷告：主啊，我需要你；主啊，我是你天国的囝儿，我需要你将上帝国的权能、荣耀、画面赏赐我。咱的教会祈祷会常常邀请咱家己担当，从我内心提出来，交互上帝，甲上帝祷告，上帝你祝福我。愿你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正做一个欢喜用祈祷来到上帝面前的基督徒。愿咱拢正做一个欢喜用祈祷来到上帝面前的基督徒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祝福阮的上帝，阮愿你举起双手，阮将阮的软正，将阮的世俗，将阮的背逆，将阮的软弱，
来仰望你，因着信本乎恩，求你怜悯帮掌管。搁伫今仔日个礼拜，阮同心伫你的面前祈祷讲，求你将上帝国赏赐阮，互阮成做上帝国的囝儿，互阮成做天国之子。主啊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阮往你伸出双手，主求你将你对天灵来的福分，放伫阮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手中。主，这是阮心所求，愿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对你讲阿门。咱同心用圣诗来做咱的信仰，个别甲咱的决志。咱来念圣诗。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258首。你若甘愿，互上帝引带，伫各方面拢望伊，无论啥事，主气力极大，困苦的日，甲你扶持。既若靠主不便疼痛，肩少搬顶，拢袂摇动。请起立吟全首。
即时请坐，即时请准备心来奉献。还是请平安礼，请曾牧师。咱来用耶稣听你这条歌来做咱的平安礼。咱要伫这条诗歌的中间来行平安的祈祷。咱还阁有一部分的兄弟姊妹，因还阁袂通真自由，甲咱同在，无代表因无爱来。其实咱每一个兄弟拢毋望会当来到教会面对面做伙做礼拜。但是有个兄弟姊妹将这个机会让予咱，咱伫上帝的内底，伫圣经的内底，咱做伙来祈祷，耶稣听你。咱伫祈祷的中间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做这条诗歌是我你的听众将阮结连做伙。做这条诗歌是阮的祈祷，无论阮伫什么所在，你的听将阮深深结连做伙。主恳求你用你的听，慰慰阮，助一阮。主求用你的听来安慰阮受搅扰的心。主伫这个疫情中间，阮多少拢拄着搅扰。无同款的程度，但是阮的生活，阮的心拢拄着搅扰。
主，阮特别为着心内安静袂落来，阮的姊妹兄弟来祈祷。主，互阮无惊吓，因为阮中间有的人排队，也袂通领受疫苗的注射。阮无法度真正常伫工作、伫出外、伫生活中间。阮伫新闻报道，伫阮朋友的赖族群，有时阮看到迄个话，阮的心内就受到搅扰。主，恳求你安慰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，互阮深知，互阮深知，你真正伫阮身边。主耶稣，阮将伫直播头前，阮同心祈祷的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阮真孝良因，阮真想要甲伊拥抱。阮真想要早一日有机会，阮的教会坐满满，我会当真热切互相握手、拍拍肩膀。虽然这个时阵无遮尔自由，但是阮的心实在彼此结连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，互阮每一个人拢健康。心平安，身躯健康，主，这是阮共同的祈祷，主，这是阮心中的祈祷。阿们。最后，咱用咱的祈祷来做咱逐礼拜共同的祈祷。主日的2人，祈祷会6人，家庭礼拜暂停。本周聚会，拜三祈祷会伫线上，个礼拜长，家庭礼拜暂停。青少期伫教育馆，查经班伫线上，甲教育馆2楼。圣港服侍，后礼拜师会请吴素基执事。领事暂停，司琴请刘一鸣兄弟，司宪请总方圆执事、帮管执事，招待第一组爱餐暂停，圣眼康读经表请大家照这顺序来领修。集体交通，
第一，本主日是中华中会教社纪念主日，请大家为教会社会使命代祷甲奉献。第二，感谢俄罗上帝保守，台湾疫情有改善。本礼拜主日礼拜恢复实体聚会，请大家一定爱挂喙罨参加聚会。防疫的政策虽然为解封，了开放宗教的活动，但是7月27宗教活动室内限制50人以内，教会做好有备礼拜会做分仓的安排。主妇堂礼拜座位会注重安全的社交距离，50人礼拜才50人以下。另外，有备教育馆几个房间提供直播的设备。若兄姐有缘希望暂时参加线上的聚会，请家己决定。谢念大家，祝大家平安健康。第三，疫情期间，愿上帝保守大家，求圣神保守，大家爱注意自我的保护，愿台湾疫情早日会使控制。第四，请为着生日的祈祷。陈雅玲、陈雅瑟、林俊辉、林丽梅、李慧英、彭英琪、钟炳环、洪佩婷、陈世雄、曾秀珍、陈志豪、邱桂秀、张燕娇，请为着以上的人来祈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大家家己看，若有错误，请过界人员更正。代祷事项：第一，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来代祷。第二，为着身心欠安的丹素、张婷、张清俊、庄严、詹达、詹天碧、洪玉基、庄仁聚、刘克荣、洪在京、洪詹素莲、王俊勋、潘素贞、詹秀丽，请为着以上的兄弟来代祷。第三，为着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代祷。升高中的有乔恩、千亿、韦忠、韦泽；升大学的为义龙、义乐，请为着以上的青少年来代祷。第四，为着圣婚的青年婚姻来代祷。第五，为着姊妹教会来代祷，福林教会、积极教会、德克达教会，请为着以上的事项来代祷。这是咱。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吼，演讲遐真专工对外地倒来。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牧师带恁来祈祷，吼。这是咱来吟上音信息510首，请
请起立，吟全首《吟诗山》，请陈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灭道避讳，耶稣听恁。